謝賢原名謝家玉，佢喺1936年9月15日出世，祖籍廣東番禺。謝賢生於廣州市，佢屋企有8兄弟姊妹，佢排行第4。而佢嘅祖父謝君義喺中國廣東番禺經營銀號生意，亦都係番禺名士同埋廣華醫院董事。及後因為戰亂問題而移居香港。謝賢從小生長喺富裕家庭，習慣咗養尊處優嘅生活，良好嘅成長環境令到佢自小就養成一種儒雅嘅紳士性格。但係喺佢中學畢業之後，因為家道中落，謝賢開始咗四處打工賺錢嘅生活。喺屋企享受慣嘅謝賢，忽然間要捱世界，受苦嘅滋味令佢感到人生無常。亦都係從嗰一刻開始，嗰個唔嗲唔吊性格嘅大男孩對世事有咗全新嘅認知，終於明白因為安穩嘅生活唔係永恆不變嘅，而能夠適應變化，抓住機遇，改變命運，呢啲先係王道。謝賢16歲嘅時候喺九龍麗澤中學附屬小學畢業，而佢嘅姑媽就係嗰間學校嘅校董。謝賢唔鍾意讀書，成日逃學，因而被校方開除學籍。喺佢姐姐謝婉桃嘅朋友介紹下，佢喺1952年正式考入嶺江公司嘅演員訓練班。雖然未獲得黃卓漢嘅睇中，但係佢就令到現視者秦劍同埋林翠留下咗深刻印象。第2年，18歲嘅謝賢轉投去迪華公司，由秦劍介紹之下，拍咗首部嘅社會寫實電影《流下山水喉》，自此名氣大增。1956年，秦劍同埋新加坡嘅何啟榮家族合組光藝電影公司，並且將20歲嘅謝賢羅致旗下。首部作品係同粵劇名伶紅線女主演嘅《胭脂虎》。冇幾耐，謝賢拍攝咗秦劍導演執導嘅《999命案》，正式走紅。佢當年嘅片酬冠絕全東南亞嘅同期演員。謝賢憑住英偉嘅外形，樹立風流倜儻嘅銀幕形象。佢能演多樣化嘅角色，既可以係不羈嘅情賊，亦係憤世嫉俗嘅浪子，亦都可以係阿超結婚中嘅昂直青年。歷年嚟，佢演出時裝文藝片為主，顯露住都會嘅氣息。電影作品包括有《通心術》、《追妻記》、《含淚的玫瑰》、《花花公子》。而深受影迷喜愛嘅作品仲有《難兄難弟》、《黑玫瑰》、《播音王子》、《英雄本色》同埋《紫色風雨夜》。而佢偶然亦都會演出古裝嘅武俠片，好似係《神鵰俠侶》。謝賢服務光藝14年間，拍咗超過過百部電影。佢早期與公司嘅花旦嘉玲同埋江雪、南紅搭檔，之後多次同新生代嘅女星，例如蕭芳芳合作，片種宜古宜今，能喜能悲，正反派角色都得心應手。而咁多部作品中，我最鍾意嘅有《為福子》、《血染相思谷》、《唐山阿嫂》、《風雨幽蘭》、《晴天血淚》、《難兄難弟》、《五月雨中花》、《山盟海誓》同埋《99924小時奇案》。謝賢相貌英俊帥氣，身材修長高大，喺一眾男人堆中有一種鶴立雞群嘅存在感。佢亦知道自己嘅優勢，亦都好擅長利用呢啲特質，所以就算係一啲跑龍套嘅小角色，由謝賢演起上嚟，都會令人覺得好似男主角一樣。所有人對佢嘅演出都會過目不忘。而喺香港電影行業高速發展嘅時期，謝賢知道如果可以紅嘅話，一定賺錢好容易。
就係咁，憑住佢聰明嘅腦袋，佢真係冇入錯行，所以佢冇後悔當時義無反顧咁報考咗演員培訓班，加入咗娛樂圈。加入咗歌藝影片公司之後，謝賢片約不斷，接二連三拍咗多部電影，果然證實佢真係冇入錯行。佢好快已經成為當紅嘅一線小生。60年代嘅時候，謝賢係第一代楊過嘅扮演者，金庸仲親自去片場睇佢拍戲，對佢嘅表演好滿意。咁樣證明咗謝賢真係唔係單靠外貌而走紅嘅。因為喺家中8兄弟姊妹中，謝賢係排行第4，所以被人稱為四哥。而老一輩嘅藝人經常以阿神嚟稱呼謝賢。謝賢回憶起當年喺片場嘅趣事，佢話佢後生嘅時候性格吊兒郎當，又貪玩，最鍾意偷芳艷芬同埋張瑛啲零食。未埋位嘅時候，又好鍾意喺片場周圍撩人玩，所以好多人都覺得佢神神地。而佢個賢字冇咗2撇就係個神字，所以佢哋就安佢個花名做阿神。唔了解謝賢性格嘅人，好多都以為佢係花花公子，其實只不過因為佢未遇到真正喜歡嘅人。直到佢遇到嘉玲呢一個比佢大1歲嘅姐姐，同佢都係喺迪華公司上班，而且經常拍檔，所以好快日久生情。溫柔體貼嘅嘉玲同埋熱情開朗嘅謝賢，正好係性格上嘅互補型。2個人嘅戀情長達12年，咁長時間嘅一段感情，亦都充分證明咗謝賢唔係一個濫情嘅人。遇到啱嘅人，佢亦都會好長情。其後因為嘉玲想結婚，而謝賢認為當時得令嘅小生，2個人終於喺1962年和平分手。分手後關係非常良好。嘉玲嘅離開並未有影響呢個大頑童謝賢，佢繼續尋找真愛。好快，蕭芳芳就成為咗謝賢嘅新女朋友。當年22歲嘅蕭芳芳同33歲嘅謝賢喺電影《金鈎》相識。佢哋之所以會產生交集，係因為2個人都有年少喪父嘅背景經歷，所以相識之後好快陷入熱戀。喺蕭芳芳拼命為屋企還債嘅日子入邊，佢認識咗年輕帥氣嘅謝賢，好快被佢嘅溫柔體貼融化。男才女貌嘅2個人順理成章咁走埋一齊。但係當年22歲嘅蕭芳芳同33歲嘅謝賢交往咗1年之後，便出現咗價值觀嘅差異。勤奮向上嘅蕭芳芳渴望出國讀書，並且希望謝賢相陪，但係謝賢坦言佢連玩嘅時間都唔夠，根本唔會去讀書。2年之後，當機立斷嘅蕭芳芳向謝賢提出分手。1973年，謝賢同埋甄珍因為拍攝《海鷗飛處》認識。1974年3月，謝賢追求甄珍成功，並喺香港註冊結婚。2人婚訊一出，刺激到當時暗戀甄珍嘅劉家昌。劉家昌不顧甄珍已婚嘅身份，頻頻送花、打電話追求。之後更加邀請甄珍接拍佢嘅電影《日落北京城》。謝賢得知後，便直接飛嚟台灣同佢2人談判。劉家昌矢口否認佢追求甄珍。後來劉家昌追甄珍追到日本，謝賢知悉後要求甄珍辭拍《日落北京城》，更以離婚相逼。但係甄珍拒絕，而且一怒之下返到謝賢嘅屋企執拾行李離開。喺回台灣嘅飛機上邊，甄珍後悔痛哭，而謝賢都表達希望甄珍盡快返香港。於是好識耍手段嘅劉家昌聯合電影、音樂、電視圈嘅人
嚟阻隔謝賢同埋甄珍復合。再加上結婚後喺香港生活嘅甄珍覺得言語不通，又無法融入謝賢嘅朋友圈，又冇自己嘅社交。喺經過兩個人談判之後，兩個人決定喺1976年離婚。好多同謝賢相熟嘅人都知道，謝賢好愛甄珍，佢因為同甄珍離婚，情傷咗好多年。當時佢夜晚經常一個人喺山頂上獨自哭泣。離婚之後嘅謝賢，亦都有傳過佢曾經追求過落選港姐苗軒仁。1978年，42歲嘅謝賢喺香港無線電視廣播有限公司拍攝電視劇嘅時候，遇上咗1975年亞洲小姐冠軍狄波拉。一年之後，43歲嘅謝賢同埋28歲嘅狄波拉喺香港結婚。1961年，31歲嘅謝賢自己創業，佢因為得到江毅嘅批准，所以自組公司。佢同導演陳文、影星嘉玲合組兄弟電影製片公司，並且參演咗電影《山盟海誓》同埋《原來我父兄》。1966年，佢哋將公司易名為謝氏兄弟製片公司，推出首部電影《鐵膽恩仇》。後來都拍攝唔少文藝片，包括《冬戀》、《槍》同埋《浪子佳人》。謝賢除咗參演之外，亦都有擔任監製。1972年，佢自組謝氏公司，開始做導演。首部作品係甄珍主演，改編自伊達小說嘅國語文藝片《擇梯》，影片票房達120萬元嘅佳績。其後，謝賢又導演咗唔少電影，包括《明日天涯》、《冬戀》、《變色的太陽》，而且都係國語文藝片。另外，謝賢喺80年代都曾經同朋友喺香港銅鑼灣合資開酒廊星雅廊。開業期間，唔少圈中嘅朋友捧場，成為咗圈中人聚腳嘅地方，生意一度旺盛。後來因為香港掀起咗一股卡拉 OK 嘅熱潮，酒廊嘅生意每況愈下。再加上謝賢覺得自己唔係一個擅長做生意嘅人，於是佢就將佢旗下嘅股份轉讓。天生一副明星相嘅謝賢，一直俾人感覺都係好開朗同埋有自信心，但原來佢嘅前妻眼中嘅謝賢個性係非常怕醜。佢暗戀咗甄珍4年，先鼓起勇氣追求。雖然甄珍同埋謝賢最終冇廝守一生，但甄珍眼中嘅謝賢係一個非常有情義同埋厚道嘅人。而同謝賢合作無間嘅江雪，佢都形容謝賢係十分孝順，又有紳士風度，而且好顧家，對新人亦都好好，完全冇架子。而謝賢亦都親自講過佢嘅人生觀，佢話人生唔係就係笑下人哋，就係笑下自己。